西西今天回家了，快点回来。喂，喂，思辰，你赶紧过来呀，出事了！我刚刚开完会，准备休息一会儿。不是我的事儿，是菲菲的事儿，快过来！许巍，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，今天突然约我喝酒，一个劲儿的灌自己，你赶紧过来！你怎么不劝劝他？我听得懂，给你打什么电话？你赶紧过来！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走不开。我听，这么多年的朋友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微微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。你自己看着办，赶紧过来。这儿，他已经喝大了，接下来的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，还有事儿啊。许巍，思辰，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冷漠？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还有默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难道你心里一点我的位置都没有吗？许巍，其实你对我很重要，但是你和上课一样，都是我不可或缺的朋友。真的只是朋友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已经习惯你在我的身边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走到最后。可是为什么就是要忽略我对你的所有的好？你为什么就要装看不见呢？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你是我的朋友，或许你说的对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，但那不是感情，不是爱情。有些人一旦遇见，就不想再分开。所以，那个人是顾西西，对吗？你已经爱上他了。我不希望看到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一会儿让上课早点送你回去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思辰。